通靈信息：月老親傳12月桃花、人緣、財富三豐收的秘法。井號我的 line 一直是 Linson 校沒變。通靈月老傳秘法。天機天啟天賜華。鵲橋紅線千百元。善念一出萬邪塔。寫文章緣起。本來今天的寫文章任務已經完成了，但我現在的靈感真的好多。於是我詢問了月老。我好久沒用我的通靈能力，最近一直在寫我自己的修行心得。今天我用了，用的喜悅又高興。我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感受和通靈結果告訴大家。以下為月老和我說的話。正文：紅線司命，仙月動情。今日你通靈到吾必給你指示。人間西曆12月，按吾所說做事，必有好處。不信也可，本秘法不關乎信與不信，皆能成功。本法有二：一是黃白蔬食補運法，一是閨中姊妹互助法。一、諦聽。西曆12月中，必定要每天多食綠色偏黃枝蔬菜葉子，盡量每天至少食一次，食一口便算。例如清炒的菜、沙拉、餃子內餡，凡是綠中帶黃的蔬菜都可食，像綠皮黃餡的南瓜也可，但南瓜口味的製品就不可，必須要看到蔬菜原始的樣子。水果亦不可，只能蔬菜。二、諦聽。祝福同樣信奉月老或者學習吸引力法則的人，祝福他們的願望都成真。你缺錢，就祝福他人金錢豐滿、財源滾滾；你缺愛，就祝福別人百年好合、桃花朵朵。只要別人的願望不打擾到你，你就可盡情祝福別人，這股能量會回向給你自己。你祝福包別人變好，你就能同時得到別人的好，最後世界大同，天下太平。月老不於鵲橋銀河之畔。通靈結束。屠龍簽約。通靈月老傳秘法。天機天啟天賜華。鵲橋紅線千百元。善念一出萬邪塔。屠龍解說震撼人心。屠龍術 YouTube。